你哋嘅旗仔喺邊啊？見唔見到黃德斌飄過咗啊？你哋我分到手啊！我又見快啲俾隻旗仔嚟歡迎各位歌手進場！新年快樂，阿 K。好，歌手們繼續向前行啦！ Hello， 呢位同學，皇上皇后。見唔見到何韻詩啊？仲有邊個歌手會嚟到我哋會場呢？你哋俾多啲熱烈嘅歡呼聲同埋掌聲，佢哋就會出場㗎啦！揮動你哋嘅紅色旗仔！好，頭先嘅同學仔坐低好未呢？跟住有另外啲同學要進場啦。除咗喺我哋公司附近會一齊見到佢睇戲之外咧，仲係會一齊進場嘅。唔好吝嗇你哋嘅歡呼聲俾我哋今晚到場嘅歌手嘉賓喎。我發現有人喺後台咧就掛住影相，所以咧而家就出場啦，終於到。就有呢一個咧，陶瓷皇后阿 sa 同埋容祖兒、黑勤都係嚟出場㗎，快啲歡呼聲！ Hello，仲有陳奕迅。 新年快樂！Manhattan ID 信用卡2011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。新年快樂！歡迎晒大家嚟到2021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。大家好，我係 Donald。我係阮小。唔公平！ 唔公道！喂，靚仔你做乜嘢？唔公平，扮公道！喂，唔公平，扮公道！走！唔公平，扮公道，叱咤非好多人都冇。陳依晨、容祖兒，一班歌手坐晒喺度。 點解你哋唔開 show？ 點都會開 show 未啫？
頭先我喺入邊揼揼下景，就執到個信封。咦？咁啊唔知邊個 DJ 跌咗啊？睇下，第一首係睇。叱咤人人問我有冇內地個賽果？啲 DJ 時扮嘢，還揭信封先知道個賽果。歌手到佢上台，佢又話要失陪去廁所。喂，手足快接人，邊個有獎嘅，捉佢去前台坐。我成日覺得啲歌手坐喺前面，不如一嘢揞晒佢哋喺後邊山頂。好啊，喂，後邊山頂 fans 落嚟前邊坐啊嘛。好唔好？喂，搞咩啊你哋？咩事啊 ？fans 起哄，食蕉。正常攞獎好感動，我記得阿 K 得獎講嘢講咗10分鐘，陳奕迅攞親獎都會唱到爆喉嚨，我記得丁太佢最勇。投咗票未啊？快啲投票咯喎！記得啦，要放入去呢個投票箱嗰度，投佢一票，投票好妙，投票啲票齊扮緊張揭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細蘇。好緊張啊！好緊張啊！究竟邊個攞獎咧？係咪啊？其實有幾緊張啊！好似上年咁樣，阿公蘇永康啫嘛，坐成晚幾輕鬆啊！因為佢知佢實冇獎攞㗎，係咪？但係今晚唔同啦。如陽光，你將此心亮起，我已鍾情於你那份愛。唔好意思啊，曲。我哋淨係計今年上網歌呢首太舊啦，我哋唔計㗎，係咪㗎？係啊。喂，咁你肯定我今年有先喎，我都係諗住嚟坐嘅啫喎。我係雲海，陰謀論話個 pan 佬指住邊個咪邊個贏咯。仲講咁耐，仲講冧台，大家睇睇後台，作曲作詞打燈冧台，邊似一個人比賽。係，邊有一個人比賽㗎？全場咁多人係咪？你睇下，我哋有 camman， 又有 FM， 又有燈光，仲有我哋 MC 啦嚇。我都係今日 MC 之一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有做 MC 搞笑錯興個 party， 又怕派對會超時，唉，難處誰人知？但係歌手講佢喊爆嘅講詞，仲要報答佢 honey。我哋喺側邊戇居居企喺度都唔知做咩好，淨係可以喺度遞廁紙。